请大家准备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台港节的第一主日，点倒第一支紫色的蜡烛，是象征期待甲希望。咱做伙来纪念信仰告别，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天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日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感谢上帝恩典，互阮阁会当自己伫遮敬拜伊。我要大声来学了伊，来唱这首《咱阁三甲自己》，请大家起立。咱阁三甲自己，咱阁三甲自己，来学了主，咱阁三甲自己，当心怕比。数的卡被伸出，奇妙数拢显明，咱个三甲自己来学了主，咱个三甲自己，咱个三甲自己来学了主，咱个三甲自己当心怕迷，奇妙数的卡被伸出，奇妙数拢显明，咱个三甲自己来学了主，到一摆咱个三甲自己，咱个三甲自己来学了主，咱个三甲自己当心怕迷，奇妙数的卡被伸出。奇妙数拢显明，咱个三甲自己来学了主，奇妙数，奇妙数的卡被伸出，奇妙数拢显明，咱个三甲自己来学了主。邀请大家找5个人，甲伊讲，今仔日看到你真好，做伙欢喜来学乐。今仔日看到你真好，咱做伙欢喜来学乐。咱搁唱一摆，咱搁三甲自己来学乐主。咱搁三甲自己来
了主，咱个三个主旨，当心和命，奇妙事的卡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个三个主旨，来哦了主，咱个三个主旨，咱个三个主旨。来哦了主，咱个三个主旨，当心和命，奇妙事的卡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个三个主旨，来哦了主，奇妙事，奇妙事的卡要成就。奇妙事拢显明，咱个三个主旨，来哦了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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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把我声献给咱的上帝，请坐。感谢神，你是唯一的真神。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救赎我们。你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咱这回过来唱这首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
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感谢神，你医治我们的心，你要恢复这时代，你要拥抱每个感到软弱、快要凋零的心。我们的困难你能够挪开，爱此刻正在运行。我感觉时刻已经来到，你要成就大事。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盼望。你医治我的心，你恢复这时代，你拥抱每个感到软弱、快要凋零的心。我困难你能挪开，爱此刻正在运行。我感觉时刻已经来到，你要成就大事。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敬拜你，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盼望。你医治我的心，你恢复这时代，你拥抱每个感到软弱、快要凋零的心。我困难你能挪开，爱此刻正在运行。我感觉时刻已经来到，你要成就大事。你医治我的心，我的心，你恢复这时代，你拥抱每个感到软弱、快要凋零的心。我困难你能挪开，爱此刻正在运行。我感觉时刻已经来到，你要成就大事。大山小山你都够挪开，大山小山你都能够挪开。我的盼望，我的盼望，你是我的力量。大山小山你都能够挪开，你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大山小山，大山小山你都能够挪开。我的盼望，你是我的力量。大山小山你都能
时刻已经来到，你要成就的事。你翻转我的困境，你翻转我的困境，一切因你而更新。我感觉时刻已经来到，你要成就美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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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事。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圣的百姓，互阮有这个福分，自己伫你的圣殿中唱歌来学乐你，因为你的名是值得阮称颂的。主啊，你是四名一切黑暗的亮光，你的同在，你的慈爱，拢临到伫阮的四名。你将忧伤变成喜乐，将惊吓变成力量。你是永远唯一的毋忘。愿你伫我的生命中彰显你的荣耀。我嘛将以下礼拜的时间拢交托伫你的手，求你开阮的心，互阮听见你要对阮所讲的话。愿阮的祈祷摆列伫你的面前，成做你欢喜的祭。祈祷靠主，阿们。阿们。请咱起立，阮安静阮的心，继续为着几件代志来祈祷。为着国家，为着教会，为着身体病痛的兄弟，为着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创造天地万物，你是万军的耶和华，伫阮的中间，成做阮的帮站。这一年，你互阮得到济济的祝福，嘛伫即个12月的时阵，互阮伫即个12月初开始，互阮真正要为着福音来祈祷。要为着济济需要，要为着济济欠缺，甲传播你搁再来即个福气的福音，互世间人知影。主啊，阮感谢你，嘛祝福教会济济兄弟姊妹，阮的欠缺、软弱、不足，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伫即一年的尾后，阮用上好的敬拜、上好的阮的一寡伫阮的活命内底改变，阮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阮的祈祷，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弟兄姊妹，请坐。下面是咱要启用的时间。启用文22篇我来启，大家来念。来啊，咱来唱歌学了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甲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合着地极真深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伫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咱要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羊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下面咱要邀请圣乐队来为咱大家献诗。奇妙恩典。
感谢咱献歌队的娱乐。下面咱要来看周报内底的消息报告。本主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咱点着头一期的即个紫色的蜡条，是好亲像咱期待甲愿望即两个重点咱嘛要警醒伫耶稣基督搁再来照着安尼来反省咱家己平常时咱的讲话甲迄个行为为着咱的上帝咱做伙坚定伫伊面前第二项本主日是本年度第6摆的即个圣礼典会中咱真欢喜迄个咱的郭明巡弟兄伊的即个洗礼伊这个洗礼，请兄弟姊妹做伙为着伊的即个活命甲即个活命的改变甲成长来代祷，嘛为着咱厝内因厝内的人因厝内遮的还未信耶稣的人来祝福因，互因会当得到救恩来祈祷。第3点，咱今仔日会后小组嘛邀请兄弟姊妹会当留步会当落来参加第4项咱12月21号真欢喜伫即个大桥里联合圣诞市集伫即个活动中心有一个圣诞市集咱交即个南台教会南台长老教会因有一个合作做伙来办即个幸福有爱，要等你来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参加嘛伫12月22号礼拜天即个圣诞的即个赞美的礼拜即个9点到10点40分会后要做伙来即个咱厝边隔壁来分即个圣诞糕来分享主要所诞生的即个欢喜12点到2点咱有即个圣诞的爱宴，这是自助式的嘛欢迎咱厝内甲咱的厝内家人甲咱的朋友做伙来参加嘛。请即个咱若是讲要参加的兄弟姊妹恁兜若是有几个会当带楼骹即个招待桌遮来写遮人数以免到时咱即个准备较不足请大家小注意。来第5项即个本会伫12月份的即个首请有即个李纯琪姐妹甲迄个高一豪陈灿迄个魏嘉亨薛文生甲钟凤兰姐妹咱祝福因即个迄个寿星第6项是下主日咱为着台神纪念主日即个伫即个杨恒敏牧师要来咱教会请安正道嘛，请咱大家有微心关心代祷奉献伫即时咱来读即个金句圣经的金句。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了我的人无惊乱，反得有活命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哦，这是我来读这个圣经吼，以赛亚书9章20。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伫黑暗中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这是咱要来请。主日学小朋友，要来。大家平安，我要共读上帝的话语。以赛亚书9章2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好，咱搁一摆请所有的小朋友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祝福祷告这位来，咱调好调好，来，吴晨，站过来，对，调好，调安来，站好。好，咱这位来祈祷咱这位为着因来这位做祝福的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互阮伫家庭、伫生命中间，互阮有这细囝，成做阮家庭的产业。主，阮相信，伫阮的家庭的内底，每一个人的心中，拢有一个愿望，就是愿望因会当平安大汉，就是愿望因的生命会当为主你做美好的工程。总是，阮需要恳求上帝，求上帝你帮助阮，常常为着阮厝邻的人，要袂主的人来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上帝赏赐阮智慧，赏赐阮气力甲力量，互阮会当明确，会当明白上帝你听阮的旨意，通过主耶稣基督，要互阮来明白生命救赎的问题。恳求上帝你赐福这细囝，愿你的灵充满他们的心，时常教导他们从神你的话语来明白生命的真理。教导他们在平安的道路上能够得着神的喜悦，也嘛恳求上帝赐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老师朋友，互因有对主你遐来的信心甲智慧，常常伫主你的话语的中间来领受主你真理生命活命的功课，互阮有智慧伫这世间的日子为主你来活，来见证上帝你听阮的赐福的祝福。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加油！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你要讲道呀？咱佫一摆真欢喜，甲咱身边的亲人朋友甲伊讲，咱真欢喜做伙来敬拜主，咱真欢喜做伙来敬拜主。今仔日也是咱大港主日今日是咱大港主日的第一主日可能 OK。咱真欢喜会当参加主日做伙来敬拜上帝。咱伫每一礼拜，咱会当来敬拜主，嘛是上帝的恩典，互咱会当伫主的面头前欢欢喜喜，用一个敬畏主的心，稍加来领受。大港节是对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一个真要紧的工作，嘛是咱伫等待耶稣要诞生的时。教会真侪教会拢伫无用的中间来准备啦咱嘛看到遮个兄弟姊妹同工因付出侪心力，将咱教会布置会当真活泼，嘛敢真有即个圣诞节耶稣要搁再来迄种气氛。搁较重要是咱的心，咱嘛着抱着一个有愿望的态度来期待咱的耶稣要为着咱来诞生。即种的期待甲愿望，嘛是期待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真好的应允。就是主要搁再来，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常常伫困境的中间，会当体会着主的疼。
所以咱看见这内底吼，其实即马吼教会嘛有2位姊妹吼，伊嘛开始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拢咧参与伫咱教会聚会吼。因过去因拢无参与聚会，上倒手边嘛是咱所听兄弟吼，四世薛文生伊伫咱的安康里活动中心的时阵咱教会要建堂，然后咱伫迄个活动中心咧聚会中间，即个兄弟开始行入来教会，嘛伫遐咧讲牧师我做期待我的查某囝有机会会当来教会，我讲会使啊，你当甲邀请伊做伙来教会活动吼，伊讲无可能啦，阮查某囝无可能啦，但是礼拜5伊来的时阵，我嘛是去看伊伫遐开讲话中间，伊讲牧师，我现在觉得我无来教会袂使呢。我讲是安怎？伊讲因为我无朋友，我来教会有朋友。我甲伊讲，我讲佫有一个佫较好的朋友，就是啥物啦？主耶稣啦，所以牧师，阮遮的兄弟姊妹无法度通随时陪伴你，但是当你一个人的时阵，有一个主耶稣会当陪你。所以，阮就是用祈祷、用祷告来经历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生命。所以再次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时常祷告，你会经历到神。我们时常祷告，你会经历到神。所以旁边这右手边这个王静瑶姐妹她是国3啦，伊嘛是中南的同学啦。伊本身嘛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本身是单亲家庭，但是伊爸爸开始相信讲，看到伊的查囝来到伫教会，伊的生命有改变，有转变。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的爸爸嘛相信，嘛无搁咧管伊去教会偌济时间啦。但是阮嘛甲伊的爸爸讲你放心，你的查某囝来到教会，几点到，几点要转去，阮拢会甲伊讲。所以伊的爸爸嘛相信讲教会会当安尼甲伊囝儿子女甲伊做看教，伊会搁较信任教会所对伊的查某囝会做信用的教育。所以求上帝继续帮助咱。互咱常常为着这些人来祈祷。今仔日伫12月15日咱有咧做这个携手爱无限，也是这个兴旺的基金会得到这个王雪红基金这个帮助这个弱小的教会12月15日这个学生囡仔这个王静瑶，他带这个王静瑶这个同学，伊爸爸王新达甲方有庆，这2位拢是做工仔人因拢咧搭帮模，拢伫工地咧上班，所以伊嘛真欢喜有机会当参与，甲伊的查某囝会当做伙来参与即个活动。我甲伊讲邀请恁做伙来，陪囝做伙食饭，食一顿好料的。伊讲好，无问题，我尽量安排看卖。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咱嘛继续为着遮个咱遮个兄弟姊妹，甲遮个关心的青少年朋友来代祷。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是真正充满疼，就要有啥？就要有行动力啦。咱会当通过这好的资源，咱嘛好好运用这资源，跟人建立好的关系。所以，佫一摆甲你边仔兄弟看一个甲伊讲，我听你。今仔日牧师要跟咱分享一个叫做梦的光啊。我相信大家拢无相款的梦，但是这个梦若无光甲你照，甲你带你的梦有当时是你家己凭空想象。所以有真侪时阵，咱的梦，如果咱要安怎样伫咱所拄着的困难，亲像迄黑暗的情景的内底会当得到溃烂就爱有迄个光来带咱。所以我一直咧思考，今日圣经节。当咱咧体会着主要搁再来的时，耶稣要为着咱来诞生的时，耶稣要诞生在这世上，所要带给我们的盼望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我就去思考，以赛亚书咱今日所看圣经在第9章第1节到第3节，讲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时，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个你是上帝，
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这段圣经在是以赛亚第9章内底咧讲起犹大国面临亚述帝国的威胁的时阵，当时的百姓因伫生活中间受到外口的敌人的压迫，甚至包含伫因的内部真混乱的中间的黑暗。有两种，一个是外口的敌人的攻击，一个是内底的动荡的黑暗。这个代志伫西布伦地跟拿伯他利地，这两个所在是什么所在？这两个所在是位伫这个犹大的这个北部较北部的所在，因受到侪异族的这个影响，所以咱知影，伫外口的敌人就是亚述帝国的威胁。当初伫亚述帝国、亚述帝国，伫古代的这中东地区吼，会当讲是这个霸主啦。所以因有真强的军事的能力，所以以色列北国因拄啊好处伫这个亚述的这个威胁的中间。所以北国以色列因后来伫主前第8世纪的时阵，北国以色列受到亚述帝国的侵扰，所以最后被亚述帝国安怎毁灭。但是犹大国嘛相款的压力。咱知影这个以色列因分做北以色列安怎南犹大国嘛是共款。因伫西西家王的时阵，嘛面临亚述王西拿基利军事的威胁。你若有机会去看以赛亚书36章到37章，就是咧讲这个代志。所以，当因受到外邦的势力的影响，甚至内部咧，因内部安怎嘛是共款啊。因的内部受到侪领袖领袖这个腐败不公的这个环境的影响，所以有真侪领袖因滥用权力啦，欺压百姓啦，执法不公啦，这社会就真混乱。伫宗教的顶面呢，有真侪以色列百姓甲这个领袖，因开始弃杀耶和华上帝，开始去崇拜迄个外邦，这个外来偶像，然后互上帝生气。甚至伫这过程的中间，互因体会到，因嘛经历到经济压迫，亲像咱即马咱台湾敢若嘛有类似安尼有无？外口有啥物人？伫咱隔壁看的啥？中国对无？伫咱内底咧，咱内底嘛是共款，安尼乱七八糟，有无？震动，人甲人的中间伫遐咧混乱，所以兄弟姊妹，经济中间因受到好野人开始去欺压迄个善车人，甚至互这个贫富差距非常的大，社会中间有侪不安，国家的内底嘛有分裂甲内耗，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借着以赛亚的信息要甲因讲当因咧面对这个危险的时阵，就爱会记得外口有受到这个压迫的拯救的应允是啥物？就是弥赛亚要光照伫咱人的心中的迄个黑暗，为咱人的性命带出救赎的盼望的平安。所以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到第7节讲啥？伊讲因为有一个红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婴孩这是预表哦。以赛亚书其实是耶稣还未出世的时代哦。以赛亚先知伊就已经预表未来会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所以古约的以赛亚先知，伊伫咧预表看到因的环境、国家的混乱，甚至受到外口的压力、甲内部的混乱的中间，伊预表有一个红婴仔要为着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要赏赐予咱，政权要搭伫伊的肩胛头顶面，他的名称为什么？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清清楚互咱了解，当上帝帮赞这犹大国，当这以色列百姓，当因的内部有侪充满着混乱的时，要安怎带互因的盼望？就是上帝应允要建立一个公义佮和平的国度，带互整个的国家。伫复兴的中间，生命更新的内底来得到帮助甲祝福。
所以兄弟姊妹，伫即种的背景，以赛亚书第9章，伊在预言，讲，对百姓来讲，这是一个何等要紧的信息。所以兄弟姊妹，毋望真做因会当继续持守活落去的力量甲气力，嘛，互因知影，上帝并无袂记得伊的百姓。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当咱咧思考耶稣要搁再来的时阵，耶稣要为着咱来出世诞生的时，咱嘛着爱去思考，到底咱的生命活伫台湾这片岛屿的内底，你有常常抱着毋望无？我讲吼，即礼拜吼，真正会当讲是咱台湾人民吼，充满着毋望的时阵啊，是安怎发生什么代志？棒球队安怎？哦，拍世界第一名呢！吼，兄弟姊妹，世界杯吼，世界棒球12强哦，这嘛真正足侪，包含台湾人，有人咧一开始拢会有讲啊，这跟台湾袂赢啦。但是当听到这消息讲台湾第一名，佫是完封啊！什么是完封？就是对方吼无得到任何一分啦，叫做完封啦，完全的啦。啊，咱爱知影哦，2001年的时阵，台湾佫有啥职棒的啥签赌啊、博缴啊，对无？所以全台湾的人拢感觉拍棒球的这比赛吼，拢是博缴，吼无失啊。吼，这队员吼拢是咧含咧官商勾结的啦。所以最近吼开始，你会看到台湾的媒体有侪变化，你会开始看到迄个公义的代志安怎在显明。但是这显明的中间，我相信有侪人拢一直咧为着台湾这片岛屿咧祈祷。咱爱相信，咱的祈祷带来气力是对倒位来？咱爱去检视啊，一个基督徒毋通无检视啦。当你去检视讲咱的生活带来什么款的改变，你就会明白上帝祈祷听咱祈祷应允的上帝。阿门。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看到讲。当即个因的队长吼陈杰宪吼，伊拍球的时阵吼，当伊拍出去的时阵吼，得到分数的时阵，伊安怎讲？伊是安尼哦，伊比这是啥意思？你毋知？台湾吗？因为所有的队伍队员，因的衫拢有写因国家的名啦，唯有咱台湾的队员是无写台湾，所以伊当伊得到分数的时阵，伫遐咧绕垒的时阵，伊就安尼。恁看，我就咧想讲，哇！因伫台湾即种无啥支持，嘛无国家无真侪资源，咧甲因补助也好，但是伊为着咱台湾，安尼为着因所介意的即个棒球，因去争取。我就咧想讲，咱基督徒，当咱面对咱现实的生活条件、人力的资源、环境的困难的时阵，你有去想到上帝所赏赐予你的生命，要安怎定头生安怎得到气力？今仔日咱要说咧，咱要为着明顺兄弟，他要决志洗礼哈，他必须要做很多生命的检视嘞，对不对？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我相信明顺兄弟，吼，伊有足侪嘛真侪紧张的代志。伊开始检视讲，哦，牧师讲。我若洗礼了吼，我牵我的太太，牵我的查某囝，牵我所工作的这同事关系，拢爱安怎？拢爱改变呢？吼，这种的信仰吼无啥相款，毋是讲我信，干那要得到福气尔定咧，得爱伫改变的生命中间，定心认捌着，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保护，定心得到一个顶头生的生命。这个顶头生的生命就是爱有改变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我相信这队员，因在面对台湾这片岛屿，就算伫拍球的环境，有侪人甲因轻视，但是因了解，因所掠条迄个目标，除了是家己的兴趣以外，伊嘛期待会当得到一个荣光，得到一个荣耀，得到一个盼望。所以我咧想讲。基督徒，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每一个进到教会的人，看见这十字架背后的那位上帝，你唔知影，你有咧想讲，你的生命有毋望无？所以，甲你边仔人看一下，看伊有毋望无？
迄有五望的人，你看伊面会看有呢，你知影无？迄有无五望的人，你看到你会感觉伊做意志消沉，意志消沉。所以今日咱敬拜的时阵，唱遐诗歌，互我足感动。咱来常常伫迄个欢喜，当咱有耶稣的时阵，迄个心中的五望是啥？耶稣的原文约书亚呢，嘛是叫做啥？救世呢，要拯救的意思呢。所以咱来了解，当咱来认捌耶稣，咱是要领受一个全新的生命，爱了解咱的生命要安怎定心为主来活。所以今仔日以赛亚伊宣告一个激励南犹大以色列人民一个足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要互这个所在得到荣光，为着伊的选民，为着伊的百姓带来生命的救赎。所以牧师常常会甲咱鼓励，当咱领受这真理活命的话时，咱的生命就爱亲像今仔日圣经在所讲。第二节讲，伫黑暗的中间在行的百姓安怎？有看见啥？大光啊！你的生命有因为主，因为进入教会，无论你伫灵修、祈祷、安静的内底，你有去看到主无？看到迄个光咧带你无？兄弟姊妹，这个大光象征弥赛亚的到来，为着在黑暗在底下挣扎的人，能够提供一个引导啊。所以咱知影伫黑暗中若无电火你就安怎？你唔知影方向啊！你若有一个光，你会知影讲，我方向要怎么走，走对道路。啊，这个黑暗代表的是啥？代表的是咱人常常伫罪恶当中，有些时候是一种绝望，有当时是一种压迫。所以咱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会知影，这个光是要为咱带来拯救、甲更新，甚至是上帝甲咱同在的意思。啊，这个住伫死荫的地，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死荫之地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绝望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突破。你会觉得好了，我的人生就这样就好了，这是一种绝望，这是一种消极。但是有真侪时阵，上帝期待咱伫困难的中间，咱来好好安静，来求讨智慧，互咱要安怎去做一个突破。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看到这个选手，因得第一名的原因，敢是靠着家己？他们是靠自己吗？过去我们在看棒球赛，的确，我们希望都会期待说，这个队伍里面有没有那个很厉害的？只要那一个人我们就感觉就很有信心，应该会赢。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一次的球赛，台湾会赢呢，不是全部里面有谁最厉害，没有了，是后面有什么？你有看到迄个捕手，伊的手才有秘籍什么秘籍？有每一个刀，每一个啥？要讲的这个选手各国的选手，伊的内幕伊会介意拍什么球？然后这投手、这捕手就甲伊讲，你就用换一个看什么球种来对付伊啊。所以你要知影这个内面拢是代表伊后壁有一群教练团队，在帮助这个队、这个拍球的人安怎？伊毋是干那训练家己有能力会晓拍、会晓投，是在地有一个计谋啦，有好的策略啦。所以一个团队不代表因为他很强就一定会赢，或许会影响，但是不是绝对。一个团队若要胜利，若要得到好的荣光荣耀，一定要有团队合作的能力。所以我牧师嘛常常讲咱的教会若干那一个牧师干一个牧师做到讲，也是讲做有人做到做工的，安尼这教会敢真正会臃肿？无拄拄呢。一间教会若讲这什么人做到做，然后就交互伊做就好啊，敢真正会好？无所以人讲啥？一锅老鼠，一粒老鼠屎坏了整锅粥，对不？所以咱爱常常去思考伫咱的生命中间有啥物事，哪像鸟鼠仔屎，咱就爱安怎爱去家捡起来。咱爱知影咱倒位的行为唔好。咱就爱知影要安怎去家调整就好。所以牧师常常伫徛伫讲台顶拢咧会分享讲啥？讲我过去安怎跟我爸爸安怎咧相处有无？我安尼成长的过程安怎用一个无好的声哨，甚至无好的行为甲思想？
我要讲的只是要讲啥？我要讲的是，即摆我期待用一个无相款的生命来看待我甲我的爸爸的关系。咱甲上帝关系嘛是相款。当咱要得到上帝更较大的祝福，咱嘛着爱思考咱的生命有改变无？上帝要甲咱祝福，但是咱若无要改变的生命，即个生命是有罪，即个生命是有黑暗，行伫黑暗的。甚至你足介意行伫黑暗的中间的事，你无法度通去得到迄个亮光，来行迄个亮光。所以兄弟姊妹，五芒的光的真理是什么意思？代表的是五芒为咱带来方向。约翰福音第8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以前我都觉得，你们只要跟着我走，我就像那一道光一样，我都会把自己当作我就是光。好，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都有时候走在黑暗里，我怎么带人走进光啊？看到那个光啊！等有人啊看到我意志消沉的时阵别个人嘛受我影响呢。后来我发现，哇，耶稣不一样，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要试着怎么样？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不是带到我面前。所以，兄弟姊妹，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对我的，我们是不是跟随主的人？我们都是。可是我们就不应该在黑暗里走啊！我们为了要得着那生命的光啊！五芒的光的真理是啥？是带来生命力。这个光会唤起每一个人。当伫迄个那亲像无五芒的所在时，咱的灵魂会当重新注入一个新的生命。罗马书15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一个互人有五芒的上帝，是互人有信心啊。所以你若感觉讲你的信心安尼真软弱不够，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你的生命里面活不出那个喜乐跟平安的心他会时常觉得惶恐害怕而且不会喜乐这是真实的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一个对上帝、对主、对信仰没有信心的人，对这个救恩没有盼望的人，说真的，他比较没有信心。所以牧师期待今仔日要洗礼明顺兄弟，当你领受这个救恩，你的生命顶头先做一个决定的时阵，你要有更较有信心，在喜乐里面，在盼望里面，你要时常过着有平安的生命。有可能这个苦难还是存在，有可能你还会遇到困难，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时常祷告，那个是你盼望的上帝。是在信心里面教导你，让你更加的相信他会为你排除一切的困难。所以兄弟姊妹，咱如果要为着咱的生命带来五芒有两个部分，咱来做伙来了解。第一个，咱来借着祈祷，咱来常常祈祷来起着一个有五芒的基础。所以咱知影祈祷是咱甲上帝一个结连的关系，对无？所以基督徒若无祈祷，我甲你讲，有真侪时阵。你的最困难、犹豫，通常拢是因为你无咧祈祷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所以有真侪时阵，你若唔知影要安怎行的时候，你会记得，我爱透过祈祷安静我的心，帮助我要安怎来得到快乐。你一日的中间你要常常半寡时间祈祷，然后呢，请圣神来点导你的心中的迄个要发起的火。所以有真侪时阵，咱生活中间无论甲咱的囝儿也好，甲咱的亲人的关系互动也好，咱会拄到侪冲突冲突、冲击的时阵，我们要记得透过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有活泼的生命，知道怎么应对。要安怎带领咱的亲人？第二，咱爱要安怎伫生命为生命带来五芒？第二个部分就是爱伫群体内底啦。有的信徒通常讲这个团体我个性本身就安怎害羞啦，较袂爱跟人做伙啦，所以我有咧灵修，有咧祈祷就好
但是其实我较认为讲，咱爱伫群体彼此的关系中间你一定有人甲你是安怎志同道合的，一定有人甲你的迄个频率是一样的，甚至是雷同的。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你会发觉，非常有信心哦。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会觉得很平安的感觉。那我相信这种盼望是必须要人与人之间彼此所建立的支持的关系啦。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面我准备来讲几个故事，是圣经的内底就有讲起啊。他拄仔咱有讲到，咱伫生命中间要带来5望的第一个方法是啥？祈祷，起做5望，对无？第二个是啥？群体，足重要。圣经内底有一个故事，伫《使徒行传》12章内底，伫讲起早期的教会安怎透过祈祷来起做有5望。甚至伫群体中间，甲主同行，你会带来新耶基督。圣经内底咱知影，耶路撒冷的伫耶路撒冷，希律王伊为着要讨好犹太人他开始逼迫基督教，他迫害、杀害使徒雅各，然后下令捉拿谁？捉拿谁？掠彼得对无？然后掠彼得伫监狱的中间。因宣判讲，伫逾越节时阵要公开甲彼得来处死，但是咧，彼得被掠的时阵，手通过手这个剃人拔掉的时阵暗时嘛有兵仔咧甲伊守哦。但是咧，教会够失望，外口的教会，逐个人拢想讲，彼得去用掠掉的然后因着做啥物代志？咱拢毋知影即个故事嘛？因做啥物代志？祷告啊！因开始祈祷，《使徒行传》12章第5节，因安怎讲？彼得被掠被囚，教会却为他迫切的祷告神啊。然后咧，他们持续的祷告，教会并没有试图用恶势力，他也没有说我来找上什么人来救这个人，无，他们就是透过祷告，他们聚集起来祷告。为彼得祷告，他们将所有的盼望放在哪里？放在对上帝那边。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上帝就介入，然后咧有甲彼得救出来无？监狱的门大开去。兄弟姊妹，这个故事是真真正正伫圣经内面有记载的。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就爱知影，有人在为我祈祷。这是群体伫教会内底有真侪人在为咱祈祷，所以咱看见后来彼得被拯救了后，被救赎出来了后，伊开始做见证。兄弟姊妹，信徒看到有欢喜无？这欢喜的理由是啥？敢毋是上帝应允因的祈祷吗？救了彼得，实践了一个真实的应允的祈祷吗？兄弟姊妹，咱的5望毋是在伫你外口想象啦，嘛无在伫你少年的时你有多少的创意啊？不是啦，一个人的盼望，有一天我们都会遇到难处，但是我们的盼望需要亮光，需要有主的光来牵引我们。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安怎回应这的信徒，就是因为这个群体信仰的群体。用祷告让不信的人，让信的人重新去见证到上帝的奇妙。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常常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伫祈祷的中间，起做一个有5望的生命。祈祷要安怎起做一个有5望的祈祷？就是安怎？你唔通甲祈祷当作是逃避现实哦。你要记得祷告是要相信，去寻求那一位掌管一切的上帝，要介入你的生命当中的黑暗。迄是什么意思？假使我是一个不是一个温柔的人，那我就要在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一颗温柔的心，让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不会随随便便动怒，甚至我会反省
知道怎么样去跟对方说对不起，我错了。你有当时无小心吼，生气无要紧啦，但是你至少爱安怎？你会有一个反应，你会去讲回息的。所以兄弟姊妹，我牧师时常咧鼓励同工每一个甲咱做伙同工的朋友，咱若要做主的工，咱就爱记得，会祈祷的人，毋是要刀劈咱安怎？刀劈讲我无这项犯错的事实，咱是要讲我要安怎，互我的性命佮较无相款。所以兄弟姊妹，祈祷，这群体因为着彼得来祈祷，毋单单是为着彼得啊。这教会为着彼得、比列，是为着要安怎？彼此激励啊，有没有可能？有。咱伫教会吼，有当时拄着困难吼，为什么咱要做伙祈祷？我们是要彼此激励嘞。但是吼，大部分的人只要群体生活，普遍只要听到一个有人遇到了什么恶事情吼、不好的事情哦，那种讲啊伊哦，伊就是安怎样，可能就是安怎，这叫做八卦了。好啊，这种讲话吼，无什么利益的。好，咱得安怎？你讲好了，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好，为伊的，可能伊需要什么？那我们求神来帮助他，让他有智慧去面对。因为这摆吼，明顺兄弟伊咧分享伊的见证的中间，牧师有一个足深的体会。当伊咧分享讲伊的工作有拄着足大的困难的时阵，一开始牧师是用祈祷讲主啊，帮助伊伫工作的中间，看是毋是会当经历一个更较奇妙的代志来改变。但是其实我无了解伊本身这个人的生命，他的特质是怎么在跟人应对方式。后来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何尝不去好好的了解这位弟兄，他跟人的关系是如何？等牧师去了解了后，发觉讲哦，原来明寻弟兄他是一个非常害羞，他不好意思会去 touch 去碰触到人家的底线的一个人，所以在他的环境的中间，难免的安怎，就会徛伫家己的角度来去看待伊所看的人。所以这个声音就让我知影讲，主啊，我了解，我要安怎样跟伊分享，伊会当做一个无相款的做法，是不是当来尝试看看？后来我跟伊分享了后，伊讲，牧师，那一个礼拜过后，他隔一个礼拜来的时候，是充满笑容跟喜乐，甚至上帝为他预备一个新的工作方法。因为一开始想讲，敢是头家可能准备要会甲伊换，可能甲撕掉啦会甲伊撕掉啦，假借任何理由甲伊撕掉。后来因为伊转变了后，即马头家认捌即个人啊啦，讲过来换一个方法做管理啊。伊毋是操作员啊即马变成对操作员变成是一个管理者因为伊知影伊所做的模啊的每一个形体。所以伊毋免去安怎，伊毋免为着伊家己所做的产品来对头家负责任嘛。伊反倒是换一个无相款的工课，甚至伊感觉讲，又更不一样。甚至他也期待在未来能够有更多机会，更多的认识这位上帝是如何的奇妙。所以牧师简单分享伊的见证，伫个生命中简单的，伊嘛要跟咱分享上帝有几句对圣经内底的话。互伊一个真深的感触甲感动，要跟咱做伙分享。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常常透过祈祷去经验到，要安怎样去超找到伫咱的愿望的中间，上帝要互咱的亮光是啥物？甚至咱嘛就会记得，常常将咱行无路，甚至你毋知要安怎祈祷，会记得圣神拢会为咱用咱讲袂出的心声来为咱祈祷。常常来到教会。你会当跟你所信任的人，甲伊分享你的困难，嘛请这个兄弟姊妹会当为你来祝福祈祷。咱的教会自然就有一个好的文化，用祈祷来建造上帝所欢喜的教会。最后咱嘛会记得，咱就要有坚定的信心，去经历新约，必定会讨棒，被放出来是显明上帝听祈祷，伊是一个信息有亏力的上帝。阿们，所以咱就爱相信，伫咱的生命中，无论什么款的困难，我拢一直相信上帝有伊的时，有伊的日，
但是这个时甲日需要咱做伙配合，配合啥物？配合你的心嘛，你的心爱放到位啦。所以圣经嘛，甲咱讲，你着保守你的心，看赢过啥物？看赢过一切哦，吼！所以毋通互你身躯边，你看做要紧的事，诚做你人生该要紧的事，迄拢是暂时的尔。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心时常活伫主的内底，来得主的欢喜。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当阮伫黑暗中行迷失的道路时，愿你的光来照阮，互阮重新看见生命的方向。阮要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印证上帝，你听阮为着要救赎阮有误会、有罪恶的生命的应允。你要拯救阮，互阮成做你的囝儿。竞选阮成做你的儿女，这是上帝你美好的意思。愿上帝你帮助阮，当阮伫行迷路无远望的时，愿你的亮光搁一摆来引带阮，行伫每一日的道路会当充满着信心甲快乐。求你加添阮信心，当阮伫困难的内底学习来仰望主你，帮助阮活出有远望的生命，来见证上帝你的大快乐。传福音是真实有生命、有快乐的愿望。愿上帝你嘛祝福伫今日来到伫阮中间，无论是新朋友，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拢平平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真理活命的话。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时，咱要做伙来为郭明群弟兄来行这个成人的洗礼啦吼。咱伫洗礼以前，咱做伙来吟诗歌吼，咱做伙来吟圣诗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咱伫最后一节的时阵，请明顺兄弟来到伫台前吼。好，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面对我，面对我 ，OK。咱得到帮赞是倚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死人中搁活了后，还袂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教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
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调的。这个是牧师要对明顺兄弟你讲，亲像迄时彼得叫人着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你讲，你着深信，你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你的名，搁伫伊的名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嘛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师来结连甲耶稣基督。但你要受洗礼，你着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要对你讲的话。你只要回答有，大声来讲就好。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大声信心的开力，有无？有。好。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也无？你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这个时，咱请会众请起立，请坐请跪咧请跪咧。过明顺兄弟，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咱做伙讲阿免。愿耶稣基督上帝家己互你一直成圣，佮愿你会当你的神、甲你的魂、甲你的身躯，伫主耶稣基督佮再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过明顺兄弟，你已经受洗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也是上帝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桥小会的官兵，接纳你成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中，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感谢你，你遮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囝儿过明顺兄弟来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伊，用你圣神降落伫伊的顶面，将你的恩典赏赐伫伊的内面，互伊会当伫圣神的中间来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功劳甲祝福。愿上帝你帮助阮，对伫试探。常常帮助伊，会当保护伊，常常伫试探的中间，会晓学习最好的精进，伫信仰的内底来倚靠主。愿你的气力扶持伊，伫软弱的时来保守伊，安稳伫主你的疼痛的内底，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会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阮对离开你的道路有侪亏欠你的所在。当阮领受这个洗礼的恩典，求你互教会、互阮本身，拢会当完全反悔，带阮来倒转伫主你的怀抱中。对今了后，会当成做主你好佮尽忠的奴仆。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免。咱请坐会众请坐吼，咱请小会员来到台前吼，咱来甲伊握手，来答礼啦吼。你徛，你徛，你徛。
咱安尼行过吼。好，咱请小会员请留步吼，咱含平顺兄弟做伙去一张相，恭喜啊，诚细想。咱教会会赠送一本圣经，嘛期待伊会当搁较侪读主的话，求上帝咱赐互伊咱的小组吼，冲向小组吼，毋是迄个加热小组，吼，咱做伙对，以诺小组，对不起。来，我们一起哈，有赠送礼物的小组代表，我们都一起到台前来，我们跟他一起拍张照哈。来，咱拍普啊欢迎哈，祝福伊，是感谢主。好，咱这个时候嘛，请明顺兄弟来跟咱分享伊所领受的圣经节啦吼。甲大家请安一下吼。感谢大家参加我的迄个洗礼，因为我最近读圣经的时阵吼，的时间有读到一篇我的感想真深，因为我读到尾啊，我有突然间开始那种大声的哭喊着，所以说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诗篇那个第16篇，生死君赖神祸福，就是大卫的金诗啊，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那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你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增加。他们所以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怀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圣灵，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阿门。阿门。咱搁一摆欢喜，明顺兄弟，伊念这圣经是家己写。我是读到这篇圣经是有感的话。对，我说的是他把它写下来，有的人直接摕圣经读就好啊，但是伊搁甲写起来咱嘛真欢喜伊的查某囝李慧仪嘛多慧仪。对不起，sorry， 真失礼对不起，对不起，大汉的冇来嘛郭什么？郭旭林咱欢迎因两个查某囝咱欢迎伊咱鼓励啦我感觉一个人信主毋是干那家己，是家己的生命要安怎伫伊日后的生活内底，会当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咱每一个人有一日咱拢会离开世间啦。人伫活地的时阵，袂去了解我死了后要去倒位啦。但是咱的信仰有一个无相反，就是咱会当知影，咱伫死了后，咱的灵魂体拢是属于主的人啦。我们都是属神的，所以死后我们以后我们都会在天家，都会再相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所以咱伫活地的时阵，咱就爱认真为主来活。好，咱搁一摆多谢明顺兄弟继续为祈祷伊有一寡事搁有小可即个咱像迄昨天伊讲牧师我今日要来读这圣经期待当得到加持我讲毋是加持是得到更较大的祝福得到更较大的鼓励安尼啦我想这拢无要紧，上重要这跟救恩无关系，啥物事讲法拢无要紧，但是重要是咱要安怎会当真正认捌上帝，这才是真实啦嘛欢迎
两位咱的查某囝会当做伙参与咱今仔日的聚会，咱去一摆拨我写甲因欢迎吼。好，请坐，请坐。好，即个是咱做伙牧师足欢喜，咱头拄仔咧吟的即条诗歌，主的福音真道理吼。内面的歌词，搁一摆嘛是咧提醒咱每一个要洗礼的人，吼。主的福音真正是道理，人人着听伊的教示。若是有听无去行，就是开花无结子啊！吼，开花无结子，我相信一个果子树，伊就无法通达到它生命的效益啊！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时常在唱这些诗歌，我们是在做反省。吼，好，这个是咱嘛来唱圣餐的诗歌154首，救主我亲近你。咱唱3节就好吼，4节先唱4节，然后咱等下圣礼典了后，咱最后咱搁来唱第5节，咱坐咧吟就好，坐咧吟就好吼。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寄纳属地，伊的教会信徒接纳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兄弟姊妹，咱做伙三甲来守这个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咱听主耶稣对伫寄纳归伫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寄纳着我当大大，着亲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也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彼得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听主耶稣基督伊所设立圣餐，照伫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作写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就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记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即个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现在愿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为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为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光你的性命。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每一摆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大家。
咱伫安静的祈祷的中间来孝念、回想今仔日咱伫讲道的中间所领受的圣经的话语。当侪侪时阵，咱活伫即个环境世界的中间，充满着混乱，充满着困难，充满着侪侪咱生命无法度通突破。但总是上帝互咱留落一个美好的应允甲望，就是咱对着迄个光，对着耶稣基督学习所教导的真理话命话。咱用迄个光来行，学习去做上帝爱咱做的事，相信咱的生命就无相反，就搁较新的望甲更新的动作，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提起咱，帮助咱。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什么是新约？也就是跟咱重新建立的一个约定，为着咱来救赎咱所留的宝血。所以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的时，是咧纪念耶稣为着咱用伊的血所留的宝血。所以当咱啉的时，就安静来领受咱的生命，安怎来领受这个救恩的宝血。咱搁一摆做伙同心来领受，请大家。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咱的主，请咱做伙同心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做伙送到地底，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愿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这个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圣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会通荣光主上帝。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个是咱做伙过来吟咱的圣诗154首的第5节，咱坐咧吟吼，坐咧吟。心来奉献。奉献是咱基督徒对上帝所赏赐的回应的感恩。如果咱若无准备，毋捌的，咱无奉献袂要紧。咱做伙起立，咱做伙吟红诗。我的祈愿献乎你，永存long达你旨意。我的在前的救赎。咱做伙来吟咱做伙来选读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咱悠然起来，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
万世。阿门。愿咱伫主的疼的中间来领受美好的救恩，是一生会当对主的脚步来行，就近迄个光来得到生命的快乐甲力量，甚至梦中的道路。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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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平倒。咱大家互相请安，吼，啊嘛，今年是他毕业的日子，查某囝啦，吼，慧玲加慧，慧玲。